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4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66篇第1節到第9節，耶利米書51章47節到58節，哥林多後書第8章第1節到第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經歷患難。苦難是每一個人攏會拄到。但是要安怎佇拄着苦難的時來贏過，是一個足重要的功課吼。以色列人因背離上帝的道路了後，上帝就允准巴比倫來滅掉以色列，將以色列人掠去佇巴比倫帝國。但無表示講上帝就允准巴比倫的歹所行。耶利米先知就有言，巴比倫因為伊的歹所行，將來會拄到刑罰。不但是這個巴比倫所敬奉的這個偶像，國家嘛因為歹所行來遭受到大滅亡。耶利米書51章47節到58節，看咧，時日一定會到，我要刑罰巴比倫的偶像。巴比倫全國攏會拄着見效，受害的人會倒甲滿世界。迄時毀滅者對北方來到佇巴比倫，天地甲其中所有的，要因為巴比倫倒壞來歡呼。巴比倫佇世界逐所在殺死真濟人，嘛殺死真濟以色列人。為着安尼，伊要受毀滅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講：恁已經閃避刀劍，着緊走，毋通徛踮遐。恁雖然離開故鄉真遠，着會記得上主，着想念耶路撒冷。恁講，阮聽着人在落罵，就感覺流氣，滿面見笑。因為外邦人入去上主聖殿的聖所，所以日時一定會到。我要刑罰巴比倫的偶像，巴比倫國內有濟濟人受傷底害慘。巴比倫雖然爬上天，閣強化堡壘，我猶原要找毀滅者對付伊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對巴比倫傳出哀求的聲，佇巴比倫發生大毀滅，因為上主要毀滅巴比倫，城內無閣再有喧嘩的聲。對敵的軍隊親像鷹隆吼，發出響亮的聲。有毀滅者來攻擊巴比倫，巴比倫的勇士互人掠去，因會經受壓制。上主是刑罰的上帝，一定會報應巴比倫。我要互巴比倫的貴族、智慧的人、總督、官員以及勇士，攏啉甲酒醉，永遠困袂醒。大君王上主萬軍的統帥安尼宣布，上主萬軍的統帥安尼講。巴比倫寬闊的城牆會全部倒壞，高大的城門會互火燒去，萬民所勞碌的攏無彩工，萬國所勞力的攏受了，因就攏亞神。雖然同款是外邦，但是佇保羅的宣告中間，伊嘛領受着上帝呼召。聽見着馬其頓的呼聲，上帝因為馬其頓人心中的渴慕，就差派保羅成做福音的使者，互因會通領受着上帝豐富的恩典。因雖然無富裕，但是努力行好貢獻，並且遠遠超過因的能力。保羅用馬其頓教會所面對的困境以及苦難做例，因伫困苦的中間，猶原靠主得勝，
并且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反倒当看哥林多教会，因有济的恩典、恩赐甲能力，却是保持保持这个听主的心来捐献啦吼。保罗伫甲这个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劝勉提醒这个因哥林多教会的人，都要学习马其顿教会拄着困境的时，犹原有火热听主的心，慷慨来捐献。姊妹，我爱恁知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，因有对患难经历了真济的考验，犹旧充满欢喜。虽然非常散赤，犹旧非常慷慨捐献。我会当甲恁证明，因已经尽因所会奉献的，甚至超过因的亏力。因热切求愿，互因有参与救济犹太信徒侍奉的光荣。因安尼做，毋但是超过阮的期待，甚至尊坦上帝的旨意，大声将家己献互主，然后交互阮。所以，阮肯提到继续协助恁，来完成伊所开始这项慈善的工作。恁的信心、口才、知识、帮助人的热诚，以及对阮的疼心，拢遐尼丰富。阮爱恁对这个慈善的工作，嘛遐尼慷慨。诗篇66篇第1节到第9节。全地拢伫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称赞伊的名的荣光，用俄勒的话显明伊的荣光，就对上帝讲：你的作为偌尔通敬畏，因为你的大宽容，你的对德会降服你，全地会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为吟诗俄勒你的名来看上帝的作为，伊对世间人所做真通敬畏，伊互海变成做大地，互伊的子民步行过河，伫遐愿因为伊来欢喜，伊用伊的宽容永远统治，伊的目睭监察列邦，悖逆的人毋通自高，万民着称赞阮的上帝。互人听到称赞伊的声，伊保存阮的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愿上帝帮助阮，无受到困境，无互丧凶来做家己认为丧凶，爱伫困境的中间来靠主得胜，并且保持一个听主火热的心，听人的心。愿意慷慨来赞人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